乡亲朋友，大家好，下晝3:30了，歡迎大家準時來收看福氣來咧，我係劉慧珍吼，今日也係拜日好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同我所有鄉親朋友啊，共下來關心到咧空氣嘅話題咯。人講啊，呢個生時係營養木嘅時間才能吼，咧生活中係講啊，好點點發生咧本料想唔到嘅意外，同咧危急嘅時節，用嘅呢個救生常識，及時來做正確適當嘅急救啊，都使得同呢個上海講到清地吼，因比東歡喜搶到有呢個高級急救員證照嘅王國慶王教練來到現場同大家來打咗一鼓咯，王教練吼。慧珍最美麗的主持人，還有各位朋友、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王國慶教練。係誒，聽講話就啲係誒南浦嘅客家鄉親，美濃嘅客家鄉親咧嗬。好，誒講到也邊樣像大家。聽日嘅口音都定義係呢邊人啊，唔過呢，我都當上我嚟問，我想乜要千度嘅朋友都想講，我做些事情嗬，我做些我當然提議就係我有興趣嘅嗬，我有興趣嘅頭路我做落就會歡喜啊。唔過我從日嘅急救嘅工作啊，嗬，急救教練來講啊，人講啊都係人講救人命嘅事情，上班下次都壓力大，就十分嘅重啊，嗬。你係用嘅乜嘢原因哦？上我嚟做日仲係頭路咧？哦。其實有個呢，20年前啊，有個朋友，大家共喺食飯呢，而發生車禍，結束之後發生車禍，跟車嘅衝突，嗰時間我哋冇睇幾遍，其他嘅共下專業嘅朋友，看到佢挫傷嘅時候冇能力救佢，唔曉得佢做急救。嗰時候都係嘅當時20年前現場遇到所有嘅朋友冇人曉，唔係冇人知道一個急救嘅常識。等警察來，佢送到醫院20分鐘後嘅，醫生佢搶救起來嘅，不過醫生講，也會變成植物人，嘛冇效，所以我就嗰時間就有個機會，我就想到學一個急救，跟一個急救嘅技術，問千多人哋，等大家做得救人，救一個最重要嘅朋友。我想都係唔係講自家嘅朋友啊，拄到嘅時間唔係講到現場其實都真實以好用嚟亦見講急救嘅重要到啲呀，講救人命嘅事情咧唔過講到一個急救啊，你講要機會去做一個學習啊，去學啊也係乜嘅樣嘅機會啊，即係講當年係乜嘅時節要貼起來判斷用嘅訓練係冇？其實呢，我哋一般發生事情嘅時候，他們警察其實警察他們來就困難，尤其高危的地方，所以我哋最多呢，像消防局、紅十字會，人做得每年將會辦嘅急救訓練，我哋嘛做得對人咧上網，去了解人嘅課程，我哋做得去學，挺簡單。嗰時候也佢啥就做得學嘅啦，韓國一個急救嘅也基本上是來講咩唔會難啊，嗬。挺簡單更簡單賺蠻多。好簡單就蠻多嗬，學講到樣嘅上我真實嚟哦，你一個啥愛報名應該都自家去看一個相關嘅資料就冇問題嚟啦嗬。學講到樣嘅上，都夾來樓睇下嚟講下，人哋嘅急救嘅部分，急救愛急救之前個心理嘅建設真係同重要咧嗬。有人講我係講，我救13年嘅時間，千強嘅嗬就係本人來，來講就係你做唔好啦，真開到佢啊，一條事情，從一條有乜嘅樣嘅法律啦，也係有乜嘅樣嘅規定講。係講愛做救人嘅時節，係講有乜嘅樣嘅事情發生嘅時節，係講人愛關人嘅時節，有時節要保護一個救生員嘅部分咯。係啊，救人其實真蠻重要喎。因為我講咯，因為一般發生事情嘅時陣，是在時間，你在救人嘅過程嘅當中，唔會講我哋迄個救人冇計救起來運用嘅。其實跟大家講你喺假如講100個人冇頭戲，唔同時100個人為急救計做急救，真係救起來差唔多超過19個人到20個人左右啦。所以冇救起來係正常嘅，要救起來就是好家仔，就是好家仔唔要去救，所以要學就有機會，冇學一切機會都冇。所以講你要去做一隻急救嘅動作，13年都有機會救進來。係講你冇人曉完全冇人去做一動作嘅時節，都完全都冇機會嘅意思啦。係啊，人哋睇佢會講咩？人哋講佢個救起冇嘅救起來，係啊，人會拉人哋冇。所以我哋救人以前，我哋出搞去保護人家。好，譬如說我哋看到一個人的
幫我哋邊，做得注意安全，然後再過去哈密可能發生乜個事情，哈反而發生乜事情之後呢，趕快求救，求救喊路人，過喊路人來嘅時，唔需要跟住講，跟大家講，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有個人可能出事情了，好過急救，做急救，係剛才打電話去。叫呼查119，順便拿呢 AED 電擊器。喊叫呼查行嗰個喊佢哋愛拿一個 AED 電擊器。前現在蠻多公共場所都有一個傻瓜電擊器，有一個設備。所以也係講起呼圈咧，一個場所看有啊，冇人用咗呢啲嘛。係啊，錯。其他嘅人呢，如講嗰啲先生學人梗係冇讓其他嘅人太靠近。冇愛用強劍將，愛用強壞時間都幾冇空氣啊，空氣唔好，係都翕定愛用都當唔好。我所以也就係講，救人嘅時間，做 CPR 之前咧，佢一定部分動作都愛開始來做了哦。已經開始了。係啊，安尼他個人就會提講，有個人就可以做救人咧，警察嚟揾你，佢會就做，有個人受傷呀，可以做急救啊，唔做每人。人就講，現場都有人咯，然後你就聽數啦，都講佢係佢一下都係上正常嘅急救嘅步驟。唔講講到急救來講啊，嗬，一樣係看講佢有時要急救冇，上班下可能就出上天天啊，要冇樣嘅嗬，一樣係去佢講佢哋下有時要急救冇。一般啊，有人發生車禍或挫傷或不平嘅，不管乜嘅原因，最容易過身咧，就係冇頭氣咩？錯，所以看佢有頭氣冇，有頭氣冇，即係咧，第二呢就係大出血，出血傾倒，尤其看到嘅動脈出血，一陣一陣噴咧，嗰種佢嘛差唔多19分鐘、20分鐘，有個人就會過身咯。佢講冇接來，然後佢止血嘅時間就當麻煩咧。所以他其他嘅什麼骨折啦，乜嘅骨折、骨頭斷裂啦，或者是其他嘅問題擦傷，那個嘅後背再嚟做處理唔怕咩？先重要嘅第一步就係有頭氣嘛，後來第二步就係我來止血。韓國呢，有可能頭氣到止血兩個步驟向下做嘛？有可能哦。譬如說茶貨，有個人腳斷起嚟，佢血引流，有看到羽毛頭氣，佢時間7個人，像一個人一樣嘅啦。夾夾嚟，衫褲脫下來，襯衫脫下來，佢太出血嘅地方先夾夾嚟脫起來，暫時止血，然後再嚟佢做 CPR。安樣去，講到啲 CPR 接上到啲個可能天使啦，也係講一道嘅影片地方度都做得看得到啦，嗬。再對再來聽數據來調氣嘛，嗬。韓國愛來牽一個胸部嘅素材咩，嗬。亦係最基本嘅動作嘛，嗬。韓國亦係咁樣嚟做咯。好，我跟大家做示範哈，示範看啦。嗱，一下現場咩要帶來嗬，有個安妮，有個安妮要帶來。有，好，有個家人咧。其實呢，見他講呢，最主要就講嘅噴氣會擔心講傳染病，如果你本地傳染到病，比如講喺乜嘅樣嘅情況會有講到一個傳染病嘅部分。譬如說有個人有艾滋，或者是有感冒，或者是有一些那個肺炎一條哈，其實就講乜嘅講吹氣嘅叫咩？冇危險，所以他講你就唔敢吹氣，所以你嘅啲症狀。衛生協會來講，也就介意講，一旦發生呢事情的時候，唔去做唔是做噴氣的動作嘅，只要做到先可能安全冇，安全加過去撲入個肩膀，喊佢係咪有反應？係啊，譬如小姐，唔用嘅，小姐，可能有反應冇？嗰個是有反應，或者是有發出聲音，唔是做做 CPR 就唔是做咧嚇，唔是一天有頭氣，所以唔是猶豫。佢就講而冇喊佢下擺就冇反應，冇反應咧嘅時間呢，唔喊佢小姐，唔用嘅，冇反應，馬上看下胸部跟肚臍，看差唔多5秒鐘，看有頭氣冇，有起伏冇。1秒鐘、2秒鐘、3秒鐘、4秒鐘、5秒鐘，冇頭氣嘅，冇頭氣，唔是猶豫嘅，家嚟用手嚟壓兩個軟骨頭嘅中間對到我嘅手態，係中間，兩個中間，一個微縮，做唔得咁另外一隻手呢，用掌根一個樹狀嘅掌根牽入去。個冇睇下醫哦，冇睇下醫，睇下醫會牽到呢就漸頭先我講到嘅會會變成內出血。一樣。嘛做唔得
踢過嚟，你就會睇到呢，啪嚓，就像肋骨團咧。哦，故所一個講人背骨團體的時節，你係都急救的時節，其實團體蠻正常啊。不過遇到遇到一種事情的時候，輸家家咧，嗬，以中間一些，係就冇再繼續俾團下嘢。哦，都係自家嘅味要曬下啦。對，曬下嗬，曬過嚟加咩？一百幾多？我傾幾多擺？差唔多嗬，1分鐘100下嘅速率。1分鐘100下，100下。啊，正常人哋做2分鐘，做2分鐘，按用嘅時間叫佢進來都有反應嘅。一般咧嗬，人哋傾嚟加咩要注意些，一個很重要嘅嗬，前3下到5下我看入表情哦，你哋傾嚟嚇，1下、2下、3下，嗰時候看入表情，迄個是傾嚟嘅，你看到有表情嗬，有啲反應喎，嗬，嗰時就出唔出？再停下來咧嚇，代表要跳起。幾件要跳起嚟嚇，都唔是個做咧。唔是誒，迄個是冇辦法，唔就硬做。硬做。對，做啊都那個電機器來為止。係。三塊電機器來為止，迄個電機器來嘅家咧嚇，打過來如果搞唔用嚟做，做誒，好啦，年離開如果天。係，按樣型嗬。天咧嚟嘅就繼續做。繼續叫天好過喺閒係繼續做調整你一個動作，或者講一下最對做嘅一個調戲嘅部分，一下就冇天才愛做嘅，一講做嘅定唔是做嘅。哦，就相同愛傾，係天喺嚟講，如果教人指示，啊人繼續傾，繼續傾埋伊。迄個是冇三個電機器，人做得做嘅，就家家嚟報警，嚇，譬如說伊啱啱冇反應，可以冇調戲嘅，哦，啊家家嚟打電話喊119，哦，跟 T 點啊，還有發生乜個事情啊，講清楚，119勤務中心的把跟天發掛係唔樣做得掛天發哦，因為近青島嘅狀況係呢，打電話過去嘅家位，嚇，如果搞唔用嚟做急救，所以唔是緊張。古所係講伊打電話過去，有人接電話嘅時間，佢就會諗講一下T 10步驟樣做，T 20步驟樣做，T 30步驟樣做，啊樣做唔是成掛天咩嚇，佢係喺會搶一隻時間，佢會去派救護車過來。係，如果跟講嘅過程中，會先派一組人，嚇，多5、6卡。啊，係咪多之前因為喺天花中搞唔用嘅救，啊，千多年出嚟呢天花搞救人員都來，係出聲嘅。都啲之前嘅處理，全部處理都好細啊，真是哦，故說我自家來學一個救生方面嘅常識，韓國呢因打一個天花嘅時節嗬，因都唔好聽到夾我落天花掛題，喇叭到自家，所以我都講題嚟講得當清楚嘅，上班下我聽說講要清楚嘅嗬，我留一個天花嘅片嘅，可能佢都會搞唔講用嚟做，亦都全部當重要嚟提倡所有嘅鄉親朋友咯嗬，韓國呢因都一個CPR 以外啊，嗬，因政府未來推通講頭先講到。AED 嘅使用嘛，嗬，相對物嘅係 AED 家下添來大家講到，韓國人嘅 CPR 係用呢啲嘅部分要注意嘅，中央家下添繼續嚟講。謝謝。